歡迎大家收睇拉斯維加斯本地新聞。今日係2025年12月24日星期三，平安夜。受到連場風雨影響，今晚外出慶祝嘅市民要特別留意路面安全。首先關注一宗發生喺東北區嘅奪命工業意外。根據警方消息，一名拖頭貨車司機喺今日較早時分不幸被夾斃。據悉，當時該名司機正身處一部貨車同卸貨平台之間，懷疑因為天雨路滑或者操作問題，被留後嘅貨車夾住，當場證實死亡。當局目前正調查意外成因，勞工安全部門亦已介入。轉睇下市內治安消息，警方透露，一名屋主喺自家車庫遭遇兩名男子接近，期間發生槍的事件。據了解，該名屋主當時感到受威脅，於是開槍射傷兩名男子，兩人隨後被送往醫院治理。目前警方正調查屋主係咪屬於正當防衛。另外，全城關注嘅電力供提問題，NV Energy 宣布，鑒於聖誕期間預料會有暴雨，工程人員已經緊急喺主要供電網安裝新型嘅絕緣電纜，以防止因樹枝倒塌或強風導致大規模停電。當局呼籲市民，如果見到電纜損毀，切勿自行處理，應立即致電電力公司。健康資訊方面，衛生當局發出緊急警告， Harry Reid 國際機場出現麻疹病毒暴露風險。一名確診旅客曾於12月13日凌晨12點半至2點半期間逗留喺 B 登機閘口附近。目前亞利桑那州及猶他州西南部已錄得近300宗麻疹個案。當局呼籲曾於上述時間出入機場嘅市民，要密切留意身體狀況。焦點轉去華埠 Chinatown。雖然今日係平安夜，但受大雨影響 Spring Mountain 路沿線交通出現嚴重擠塞，特別係近15號公路出口位置。建議打算前往華埠用餐嘅市民預早出門。天氣方面，拉斯維加斯今日經歷罕見嘅聖誕降雨，目前氣溫華氏53度，最高氣溫華氏64度，風速每小時11英里。預料雨勢會持續至聽日聖誕節。未來2日氣溫將維持喺華氏50至60度之間，路面濕滑，駕駛人士請減慢車速。以上係今日嘅拉斯維加斯新聞，祝大家平安夜快樂。想緊貼拉斯維加斯本地嘅最新消息，記得訂閱我哋，點讚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多謝你嘅支持，我哋下集見。